大家好，欢迎飞机航第150页到157页第1项。日头下，甲放点燃是轻松的气氛。部分的职员重新甲因的节日古服装穿起来。进前单三味线的嘛佫出现啊！即只古帆船亲像佫恢复迄时要出航的气氛。船客可能嘛因为听到拄则引擎起泵的声，有感受船的修理有进展，面的表情嘛放较轻松啊。迄个花达就拄伫我的面前，可能因为退流，花达四周的加石敢若浮现起来。迄片加石甲加石之间的海隙，可能因为水底的海草显出一种翠青的色致，伫日头下遍布。我伫甲板顶沿拄到研究员文野新雄，我甲伊讲，根据我的观察，即只船的船客分子复杂。我是你早就知影，伊用兴奋的表情看我，丽芬敢有甲你讲过文件的部分？伊有讲到南蛮话，甲恁伫日本受到红剑的威胁，毋过伊无讲到文件。我讲的文件是单独收的一寡手稿甲批信，包括一批伊写下肤色蔡元培的批，阁有一张1934年5月伊对南京监狱写互托派国际书价局的批的中文原稿。迄是阮旧年伫泰国甲一个中国人买的，毋过半路就甲其他的宝物做伙互人劫去。恁哪会去拄到单独收的批？这讲起来就话头长呢。城市若要了解，就爱对皮女士讲起哩。文野新雄甲我讲，其实文件是对红剑的追查过程中无意间发现的。总部设伫中国的红剑，一方面透过艺术交流的管道咧影响台湾的政治，另外一方面，因大量伫东南亚市场炒作一寡早期中国有名画家的作品，譬如皮鲁士的油画。皮是生伫19世纪末的查某人，本姓张，13岁就互跋输囝的阿舅卖去红灯户，后来因为单独收的一个同学佮意着，为伊赎身，带入门做细姨，才改姓皮。因为皮有画图的天分，所以陈真鼓励伊，阁为伊介绍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教伊学画用图。几冬了后，皮顺利考入美术专科，卒业后留学法国，单成做国际有名的油画家。皮甲陈之间一直有真亲近的关系，甚至伫伊的两腹肚顶沿题字。迄时阵，陈通互 KMT 关于南京的监狱，显然是皮专工摕画入监狱请伊题字的。皮伫法国读册期间，别用同学甲一大批伊的画载转去中国，结果半途竟然拄到火烧船，互迄批拢总几百张的图失踪真久。一直到前一站，红剑竟然宣布，因手头有其中的几落百是大骗，为着要证明迄个图是真品，因甚至讲，因手里有单独收对迄批图评价的批信。
是陈伫1940年写互批的，会使成做监察的证据。即件代志引起着身为日本收藏界，甲身为收藏家的即只船的日本头家的汗颜，所以就开始追查。当时因为甲翁剑有所牵连，所以因就缀着嘛当咧追查翁剑的我。代志的顶起头就是安尼来的。当然，要证明迄批画的真假无遐简单。退一步讲，就算要证明陈的批信的真假嘛共款无简单。而且翁剑佫讲，除非你买画，因无义务甲遐资料提供互你参考。就是伫即个期间，船头家探听到泰国的一个中国收藏家手里有一大批甲陈有关的物件，佫有一幅听批所画的单独受题字的第三幅图存前。虽然毋知细节，毋过经过初调查，迄批物件内面确实有包括陈的批印。年代对1925年到1940年代有，嘛包括1940年前后陈甲比陈所写的迄部分。所以日本的店头家就委托我出面去接济，就当时买到这一大批物件。真相讲，只是想袂到卖方非常神秘，我并无机会去看到第三幅印所题字的存前。而且迄摆船才驶过金沙岛海峡，所有伫泰国买到的物件也海劫去啊！敢讲批物件佫有啥物历史价值？当然，阮嘛是安尼想。其实迄一大箱有袂少物件，可能前已经有人根据啥物线索先去过。内面资料毋若是敢若陈写的文稿，嘛有甲朋友之间的通批，甚至有伊的朋友写互别人的批信等等。阮确实是有怀疑，迄海贼是有针对性的，因正正是针对迄箱物件来的。我的头家是一个非常幼路的人，文野新雄讲，所以当时才会甘愿用家己的船运遐买来的货品，嘛无想要交互别人。伊佫交代我，伫泰国就先用相机甲迄箱物件 copy 一份，了后甲 copy 的底片另外寄转去日本。所以，虽然阮的船伫昆山岛的外海受到海贼抢劫，损失真有价值的古董甲物件，毋过档案资料有用底片保存落来，算是假载。文野新雄讲，迄边的海上抢案互因更加起疑，当时嘛为着要紧甲因互人抢去的物件对转来，因才查到迄箱物件的 copy 底片内面发现一寡线索。第一，关系批的部分，对1940年前后的批信，并无讲到任何甲遐失踪的图有关系的线索。一方面，并无翁剑所对外宣扬会使做证据的迄张单独受评论的批。另外一方面，就算只是迄张批漏走去，伊缀不出迄前后几落年期间，陈甲批之间的通话有啥物所在讲起着迄失踪的图。若安尼，翁剑所讲的新发现，就真可能只是骗局一场。这显示规个翁剑本身就是一个真有规模的诈骗集团。第二，
因无意中看到一份机密的资料，是关系单独受身边的反背者甲迄个年代 KMT 的特务所策划的真济暗杀的秘密。新雄讲，伊初初认为这有可能是这份资料上界宝贵的部分，比如这份文件有讲到1938年的一件古董的交易，是一个叫做金日志的特务对上级报告的文件。根据新雄的调查，这个金日志若毋是迄个要出卖单独秀的 KMT 特务谢立强本人的化名，就是谢立强身边亲近的人。金日志伫报告内底详细写出迄件古董交易的安排。因假做古董的卖园，也要就是日后互军统局宣称有通日嫌疑的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董孝仪。根据历史资料，董孝仪伫这份报告无偌久以后的1938年9月，就伫上海的起家厝，互假做古董商的谢立功因刺杀，嘛有人讲是误杀。这份文件引起文野新雄注意的部分，主要是迄古董的来源，因为董孝仪本身是古董收藏的专家，人讲满食满不熟，清彩的物是无法度掩过伊的目，所以迄批古董该当是真正有价的真货。新雄特别进一步追查，发现迄批古董来源并无单纯，尤其有几个古董商的出现，显然就甲洪剑早期的几个核心人物，譬如伊一直咧追查的一个姓杨的家族有关，而且迄特务甲古董商一直有真密切的往来。第三项线索，就是信内底嘛有真侪日文的批信甲电报的密文。新雄讲，这方面甲迄时代中国人有真侪去日本留学，插日本人用日文通批有关。另一方面，可能甲中国对日战争的情报有关。文野新雄讲，伊发现有几张日文批对上海甲北京的无共地址寄去的某一个Nagasaki的地址，批的内容有讲到某一项古物，令我嘛敢若迄当时中日之间的间谍有关，所以引起伊相当的好奇。文野新雄推断，卡斯想要知影互海贼抢去的迄批货的下落，恐惊就要先了解这互因抢去的物件。伊认为对进会使找出迄当时的古董商甲中国特务的关系，以及因日本人的特殊接触，毋管合作或者是敌对。譬如因发现有一张关键的批对北京四牌楼9条梧桐的地址寄去Nagasaki县，竟然是中岛商写批。你是讲迄个有名的日本女间谍中岛商正是？